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。国语版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、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、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、武圣宫、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荒，国外佛堂，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，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。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观，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。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圣训文物，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、神韵合唱团教室、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，举办道德经班、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、学界英文道义班、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，办公室与交谊厅，义和众志爱心会，
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，九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，及道义劝善图文。2、3、4、5楼宿舍东西厢房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。典传室各有一间休息室，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，参考爱详单位：六祖坛经班、文理班、长青成人读经班、儿童读经班、启慧班、综合成全班、青上精湛班、讲训班、素食烹饪班、爱祥塑料组、资源回收组、道务检讨干部研习、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，爱心活动度众办道，家访成全救急济贫。2楼后半是图书馆，3、4楼先天大佛堂。佛龛中央大字有20个字，代表五教 A 道儒佛回教教义。而以儒教为主，居中及上帝真宅，象征五教合一。佛堂内柱子对联，及上方大钟形建筑，晨钟象征醒世。开经典班、仙佛班、天人合一班、青上人才教育班。举办正华新传盛会。3、4楼走廊有祖师、师尊、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，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。4楼有阶梯教室、现代化视听简报室，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，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。地下室开长青班、新春志向班、年终悔过班、联合启慧班。有4年制学界课程教室之至善班、在学班、金钟班。现代化厨房及餐厅，神鼓舞狮队，举办学界大专、高专、夏令营、冬令营、虎训营、传灯营。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，及到六甲做环保，举办国中小夏令营，
即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，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。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，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。91年10月20日，圣堂落成典礼。母亲节感恩，中秋节感怀施恩母德。重阳节敬老，表扬3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。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。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，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弥勒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。95年4月15日，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。95年9月，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。98年2月6日，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。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。参访联谊，南区点传师联谊，陈洪珍老前人及高宾凯老前人有莅临。基础主单位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。91年11月24日，一贯道各主线道亲联谊。93年11月7日，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旅。一贯道台南县办事处举办身心灵健康文化讲座。学界道亲义和与纯阳单位联谊，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，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。宝光族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。新义族南兴单位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。
新义组府城单位到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。96年7月，一贯道花莲县知会到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。宜兰台北到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。常有各地到亲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。96年10月，泰国到亲来山庄参访。96年，沈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。98年2月22日，参访南投花衣族光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。开放国外道场佛堂活动照片。国外开荒已传9国，东南亚的越南、泰国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，及南亚的印度、香港、澳洲等等。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，例如中华民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印尼、泰国、日本等等。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。重要网站：遵守圣训，修道古老化，办道科学化。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，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。上网后找搜寻网站，再输入000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搜寻，可找到网站。感恩已故陈前人在生时买地福令给人走的大德，崇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，及兴建武圣宫，提供道亲及以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。神源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2 066900008。台南市关田区社子里19号，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。谢谢观赏。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。98年8月台语版出版。100年3月6日，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举办和平护国文化新国际天祈福活动，台北市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。富嘉98年2月6日，冈山空军官校一代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姓李真传。102年8月，中英文字幕对照版出版，拼音采用国音第一式。
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。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琴婷老师、王梦桥老师教导。搜寻请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电脑网站网址 http://106.1.249.168 右斜线。第二个网址 http://106.1.37.103 右斜线。